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日欢迎收看在位8号中嘉台电新闻，首先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议员陈英上午质询将对公共自行车政策提出批判，即日咱市有交通局所负责的台南 T 摆，有观光旅游局的观光 T 摆，这两种自行车系统，互民众真正无啥啥，需要求整合。尤其当中观光 T 摆租车站甚至各种，议员批评管理单位明显欠缺维护。台南市观光 T 摆全市包括安平总共规划过的租车站，因为各站都用智慧型组织系统无人管理，议员陈英丁家己亲身体验的结果，发现物资使用率低，甚至画过电脑各种暂停服务。议员批评已经是两公 T 摆，因为不但无法度行销，嘛影响旅客对台南的观感。1个月的时间，就有1站是没有办法使用，1站是暂停服务，一站有一半的车不知道跑去哪里吼。我们会觉得这个观光 T bike 好像变成是两光 T bike 吼，没有办法真的行销台南，帮助台南的观光吼，还让民众可能市民或者民众来到台南，骑着这个脚踏车印象变得非常不好哦。局长，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检讨改进？我们立刻改，1个礼拜内给议员回复，一定改进。因为2个地方不应该电脑故障。观光 T bike 那我们去的时候，会不会再增加？会不会再增加新的站？目前因为由 T bike 来统筹全市的规划，所以目前观光 T bike 没有新的点在增加中。除了观光 T 摆，另外有交通局所主导在今年父亲节所正式推出的台南 T 摆，议员表示对周转率平均1.5来分析，已经是全国最后1名，所以要求提升以外，嘛希望咱市两种 T 摆系统一定要整合。观光 T bike 也在。台南 T bike 也在，他骑着台南 T bike 看到观光 T bike 的站没办法还车，或者是骑着观光 T bike 看到台南 T bike 的站没有办法还车，对民众来讲，他根本搞不清楚说，怎么一个城市会有2种 T bike 这个我们跟管理局有协议了，有协议哈。当我们的这个 T bike 进驻甘平之后，他们那个站会撤走。虽然市府表示，短期内2项系统有缘共款存在，不过重点是相关租车资讯有调整，一定要伫网站公告，避免造成游客白走一抓。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接续议员林志聪的质询，也针对台南行政区域的整并以及议员选区的调整，积极甲民政局来协商。会中甚至提出议员减半，希望配合新市政中心的规划，大大提升行政效率。台南市有37区725个里，其中两家指定3项定人口只有几千人，不过眼眶才超过20万人口。各区人口数落差这么大，甚至出现一个里比一区的人口也更较侪现象。对此，议员林志聪上午伫总质询就针对区里的调整，要求民政局尽速跟上。37区一定爱来做调整，包括咱的里啦，包括咱的里，咱的里嘛是爱来调整，咱的里有752里啦，上界大里的一里万几个人啦，上界少里的一里，一里可能400-500个人啊，过去啦过去我讲乡镇市的时阵，里长咱讲伊无统筹分配权的，伊无法度地方建设的，市长你上任了对不对？每一里拢13万啦，3万资本额，10万是做咱一般生活伦理才会建设，有里长有13万，但是万几个里长嘛13万，几百个里长嘛13万。讲起来嘛足公平，但是事实无公平啦。区的部分的行政区的调整爱这个行政区的划分法通过了后，咱才有法度来做办理。因为这个部分所以地方自治法内底有规定。方向我相信区里若要调整，只要咱市政府那方案切出来，办法切出来，上来议会通过就 OK 啊。区的部分袂当啦，区的部分袂当，里甲人的部分 OK。
虽然市府将对行政区域划分的作业正进行初步研究，不过到底现况议员选举的16个选区，因有选区公业竞选的现象，所以到底社区够需要调整。议员甚至认为减半嘛无要紧，未来制度改变，互更较侪民意心声有机会投入较重要。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会长郭信良上午即阵将指出，关市下边高档已经落档，不过路名犹原出现有19条中山路，遐是有济路拢是共一款名进行。会长以台中为例，因已经开始调整，不过台南却无动静，而且连小小门牌拢无拍算并预算翻新，要求民政局检讨。一旦路名无正版，门牌无清楚，莫讲外地人，连咱在地人家己要找路共款拢会真困难。对此，会长郭信良表示，关市下边已经落档，虽然路名门牌一改变，真侪证件嘛对咧改，不过袂当安尼因此无作为，需要求民政局专对全市181条中华路名进行处理。人台中镇安怎做？嘛是下边啊，台中县、台中市啊，做啊。高雄呢？高雄你无做，上届起码伊嘛变成学者专家内底，咱决议讲我们的区域调整了以后，咱未来要影响上届少的，要用历史保存着伊的路名的，为倒会搭咧影响上少的，上届起码伊嘛开起来做怎开过会啊？大做到咱台南市，单来用讲的尔，连做都无做啊！哦，啊无上届起码你一条路足侪名，你嘛爱修正。啊，一个海岸路内底。海岸路头来经过着下林路，啊后壁还搁另外一条，但一条路长落了3个路名，啊嘛有一个路名内底过6条，哪有即落？甲进第6档啊呢？你毋是今仔单就起来人去做遮尔呢？你绝对嘛做足久啊呢？爱互贵府议长了解啦吼，你拄则讲的，讲一路。一名在多个行政区，或还是一条路有无共款的名，拢毋是今仔较存在，嘛毋是因为合并较存在，全部专区啦吼，安尼的情形，盘点过，总共嘛毋是你拄则讲的180啊。你就是讲你就是讲存在内底，就继续甲行了吗？免改。我爱互议会了解，毋是，咱即摆即讲改变这路名，讲起来拢真简单啦，但是事实上影响毋是讲咱。毋是咱一只去改，就当话完成，因为你牵涉的是所有民众因相关的权利啦。至台南有济属于部落型的偏乡地区，拢是只知全里却无路名。对此，会长郭信良来要求民政局依照现行自治条例来执行门牌正版加道路号名，同时嘛要求济老旧的门牌爱逐档来编列预算进行翻新。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市府的推动英语成为第2官方语言，日前甲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所合作流行文化影片，配合一部正式发表，希望这个影片当中活泼的剧情，和市民拢当轻松学英语。2016美国流行文化用语影片。翕的地点有济台南知名景点，佮邀请了台南在地昆宾伯啊、王来阿嬷、赤坎打面的头家娘等等知名人士共同参与演出，以趣味底片方式，让市民会当轻松学会晓美国流行文化语言。用一种最轻松的、最能够融入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来推这样一个政策。那刚好我们的 AIT 的高雄办事处这边也非常的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他们之前已经跟高雄市政府有合作过了，那我们觉得那个效果不错，所以一开始他们跟我们提这个 idea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台南所有的这些很好的景物都欢迎你们来拍摄，来把它融入这个剧情。那更重要，我们希望你们把我们一些在地的主角也把它纳进去啊，比如说我们的昆宾贝啊，我们很多的很好吃的小店，我们赤坎啊蛋仔面，还有我们一些餐厅，一些凤梨王子、凤梨阿嬷，我们希望那些角色能够带进去。那他们那些角色能不能讲英语或不能讲英语不重要，可以把这样一个台南的在地的文化跟这样一个学英语的动机，还有跟美国可以这样做一个深深的结合。这套迷你英语影音教学共15课，除了台南市公用频道12月8日播出外，自12月16日起，美国在台协会
网站，还有脸书、高雄捷运站及全省麦当劳店也会播出。我们也会赠送相关学校这套影音教学光碟，让学生学习时下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英语词句，增进他们对美国流行文化英文用语的了解。2016美国流行文化用语总共有15集，教学底片，每一集大约是1分半的长度，内容全部拢是由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审查过，非常的活泼、趣味、简单又阁好学。未来将会伫咧台南各大景点风景区、高雄的捷运、麦当劳以及第3频道来播送，欢迎民众踊跃收看，轻松学英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随着个人化社会来临，嘉南药理大学将对老大人的市场需求研发了侪养生保健的特色产品，而且产品当中有侪拢已经取得专利，同时开始量产，成为商品伫市场贩卖。这款商品拢是要予老大年人专用的，包括已经取得国家专利认证的皮肤保养品，会当抵抗细菌的洗面乳等等。上较有特色的就是这项结合健康饮食以及趣味的德蔬饮食，内底侪摆卡小道具，让老大年人伫咧耍游戏的过程当中，透过一关一关的设计，了解如何健康饮食。他们拿到了物件，拿到了牌卡，他抓到这张牌卡，那整个游戏故事的过程中，他们就抓到不同的牌卡，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排，我的主食类这个。全谷根茎类就是主食类的部分，我可以吃哪一些是对我高血压好的？那他们就排上去之后，再来跟他们讲，为什么这个全谷根茎类要这样做选择？因为它有高钾、有高纤维质，可以让你的血糖、这个血压降下来。上午学校举行特色产品捐赠仪式，研发团队透过将这款产品捐赠给学校，来凸显出教学卓越计划的执行成果。那么相信这些。对于这些厂商他们将来在正式的量产上市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的老师也经由这样子的试量产跟业界的合作获得一些实务的经验，也激发我们的学生未来毕业以后他们的创业的一个动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捐赠活动其实我们是经常性的会有，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学生未来在毕业以后无缝接轨到业界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学生甲老师之间的合作，发展了侪特色产品。校方也希望这个活力满满的研发动力，会当伫咧校园持续落去。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清代教授饶梦霞当然是知名的亲子两性讲师，嘛相当爱唱歌。今年60岁伊为替家己愿望，特别举办一场公唱会，而且不只要为家己愿望，同时嘛结合公益，将活动所出的钱要来赞助青年成长营，所以要请有兴趣民众赶紧买票，16号前往清代欣赏。
师兄弟每一个学校演讲招聘各大直播的亲子两线专家饶梦霞教授嘛非常介意唱歌，伊认为人生就是一首上水的歌，所以60岁这当决定举办个人公益讲唱会。在讲唱会当中，不但当听到伊精彩分享伊的生命智慧，也当听到伊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角色所代表的歌曲。那我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就是透过角色的串联，有人问我动机是什么？很简单一句话：圆梦兼做公益，圆梦兼做公益。为了这个演唱会，我个人去学唱歌，因为我只是爱唱，可是我不会唱，连音、抖音、站音、转音，我什么都不会。我学了唱歌，我也去学跳舞，因为光只有唱歌好像太死板，所以也兼跳了舞。然后我还去看中医，好好的把气再调得更顺。我还做脸，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有点不同？我这是素颜哦，我只有擦口红。好，然后我们家也装了卡拉 OK， 花了快5万块装，因为连我从来不唱歌的先生，都要上台。应该是他把第一次献给大家。连我的小朋友在美国，再过1、2天，礼拜5就专程回来，明天晚上。他带着他6个美国朋友也要回来，帮妈妈捧场、加油打气，因为他自己也要上台唱歌，所以我想这是走比较温馨感人。12月嘛，总是一个感恩的月份哈。讲唱会嘛，将邀请甲老师有缘的学术界教授以及企业界讲师跨界登台表演。这摆讲唱会收入嘛，将部分捐出来作为青年成长营的活动经费。帮助少年人探索家己。老师嘛表示，要让观众感受到学习，让人生更加精彩。讲唱会将伫16号暗时伫城大成功厅，17号下晡伫台中中兴堂举办。该老师民众千万唔通错过。等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下面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对着一个家长来讲，看到囡仔大汉一直抽乐是相当要紧的。不过，一人却唔知影如何掌握囡仔成长的关键时期。据说医生就建议家长会当伫囡仔过小1年时，就进行成长评估，透过有经验的医生来做专业的判断。小朋友是毋是会当生甲有够悬，是一个父母心中的烦恼。但黑白食民间的长骨药也无一定有效，所以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医师就建议，父母爱想办法把握生长的关键时期，伫咧骨头、生长板还未发育完成进前，爱来病院做生长的评估。如果呢，我们在这边的建议就是说，小朋友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呢，就可以做这个第一次的生长评估。因为其实女生8岁以前有发育，男生9岁以前有发育呢，这个就算这个性早熟。那我们小学1年级来看呢，其实有时候呢，有些小男生、小女生，他就有可能已经进入青春期的情况。所以小1是一个蛮合适的一个时间点。那再加上呢，有时候如果真的比较矮小，可能要做检查。那小1这个年纪呢，小朋友长得比较大了，要做检查的话呢，他身体也比较能够负荷。那家长呢也比较不会舍不得给小朋友做检查。那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对父母亲双方还有对小朋友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这样。医师也提醒，因为大环境、饮食习惯的改变，以及喙食物仔的高糖分、高热量等等的原因，所以现代小朋友成长的关键时期会较早到。提醒家长，若是烦恼的话，爱带小朋友量早进行成长评估。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过去民众若要做喙齿的调整，爱触点模型，拢需要接触喙内产生刺激性。不过现在基美学中心引进南台湾新一代扫描机，用3D 数位化技术来处理资料，要让治疗过程更加舒适。个人喙齿加起来无捌未正进行，非常普遍，却多数拢无积极治疗。主要原因之是处理模型的过程，让人感觉真无爽快。对此，基美学中心为了改善这款状况，特别引进上新一代口内扫描机，
照1分钟到3分钟，就当得到3D 数位化的启蒙，让病人会当马上了解家己喙内状况，不止无模型的刺激味，更会当大大减少会吐的无爽快。这个口扫机啊，它首先它前面有一个镜头哦。那这个镜头呢，它是有好几个镜头内建在里面，那它可以直接扫描口腔内的一个所有的牙齿跟软组织的一个情况哦。对，那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镜头的摄影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大概每秒3000张的速度，而且它必须距离我们要拍摄的东西有一定的焦距嘛，所以像有些曲膜会恶心的人，我们那个曲膜材会碰到病人的上颚比较容易敏感的部分，但是我们因为是用这个镜头做拍摄，所以它就不会再碰到那些病人比较容易恶心、引起呕吐反射的那一个部位，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呢，它就可以将2D 的影像快速的形成3D 的影像，那及时呢，显示在这个荧幕之上。那如果病人呢，他想要及时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我们显像之后就可以直接跟他做说明。用数位来处理模型，会当大大减少传统过程当中所造成误差，减少失败几率，伊个数据嘛当更加正确。那个再透过辅助软体精算喙齿的比例，不只当得到完整的治疗，而介绍顶面嘛无安尼来提高。第新闻古博弈采访报道。一般人的喙齿花若真正发红，甚至有肿一丸，真侪人毋是食消炎的，就是选择啉青草茶来退火。不过，饲理病提醒，其实这款的镜头毛可能是一种或者牙髓坏死、合并根尖囊肿的疾病，需要手术来治疗。造成喙齿痛的原因有真侪，除了是蛀齿以外，牙周病、牙龈肿痛、发炎，拢会互人痛甲挡袂牢。最近就有一个病例，一名26岁的少年男性，因为牙龈肿痛发炎，以为是火气大，家己买消炎药仔来食，煞一直拢无好。后来到病院检查，发现是因为曾经接受过根管治疗的牙根受到感染，造成病变，最后采用显微手术来治疗。大部分会有一些牙龈发炎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的抵抗力没有办法把这些病菌发炎的情形抑制下来。那一般来说，如果是数量比较少的发炎，当然藉由一些短期的药物治疗是可以处理的。那如果说您吃了大概1-2个礼拜的药物还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一些潜在的病因。那大部分我们在检查之后都会发现，如果不是很严重的牙周病，大部分都是因为根尖囊肿所造成的这些问题，这样子开始隐隐作痛，或是甚至你会觉得有一些脸颊肿胀啊，或是有一些发烧、畏寒，就是有点接近要变成蜂窝性组织炎的那个情形。对，大概这种根尖囊肿产生的症状，大部分是这个原因。这样。虽然显微手术的成功率真高，但是也有少数人无适合这款的治疗方式，亲像是牙周的状况无好、喙齿筋伤过底，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拢无适合。医师也提醒，假使喙齿痛时阵，也是爱到病院检查，才会当判断病因进行治疗。等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下面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有时好天最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8级，上高阵风10级。感谢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